苏摩地，佛陀叫成苏摩地吼，这佛陀叫成苏摩地，因为伊讲欲菩萨心自发而行布施，如人入网，即无所见，即爱讲一段话，即段话咱好，拢会成摕一段话来讲嘛吼。欲菩萨心自发，自于发，佛叫啥菩萨？叫啥苏摩地？苏摩地啊！欲菩萨心，你是即使你是菩萨心哦，自于发哦，自就是咧讲执着。金刚经第三分句话啊，苏摩地菩萨用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来来归菩萨，这个就是菩萨。今次伊同你讲，那这道理就是讲，苏摩地欲菩萨心，自于发。咱今日三个字者，拢叫做菩萨心。啊，你修菩萨道，菩萨心无用去心理。这大家都菩萨道，你问学金刚经的人，大乘法的人，你今日大拢菩萨。所以佛拢甲你讲，拢甲你赞扬。菩萨无二实，吼，有无？菩萨无二实，吼，如来护念诸菩萨。如来显化的诸菩萨，如来显富足诸菩萨，有无？所以因为佛道，拢甲恁称呼，咱今日而且听金刚经的人，拢总是菩萨心。但是今日甲你讲，欲菩萨心自无发，自就是执着，执着叫做自嘛，叫做自着，哦，自着嘛，哦，自着嘛，叫自着嘛。哦，你这段话就是咧讲安尼嘛，还是这段话嘛？哦，伊这段话是毋是安尼？即位欲心有主，即位无主，伊这段话就是咧讲是啥嘛？你这个心较顺有主，安尼就安住了势就对啦。你这个心就控制了势啦。所以欲菩萨心自为法，就是讲你这个菩萨心执着有法，执着为法，执着什么啊？执着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因为末定四相，伊就分做呢，我等四相吼，末定四相，法定四相，空定四相。因为这个当中呢，咱吼毕竟吼，咱好而且互咱看者，而且欲心思想，欲心思想即着我人众生寿者，这叫做我相。欲心思想，欲出发相，就是咧讲啥？欲心思想就是讲啥？欲出发相就是讲啥？何以讲？何以讲？欲出非法相，就是咧讲这个，安尼叫做，即若要甲讲起来，就是咧，因为菩萨心不自发而行布施，就是咧讲这三。就是讲，欲心思想，你这个心有思想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你有执法相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寿者，这个菩萨执法相。欲出非法相，就是空，这两空，搁一个空，安尼看条。念经必须自我说法，法上应写，何况非法？这两种有功用的法都爱写，何况这个无功用的更加爱写？敢听意思？意思就是讲，今日这两个含咱这直接有关系。啊，你这两个就已经空你是安怎要把切着两空之空？这个出着非法相，伊就是讲这个道理。所以呢，而且咱互小互恁看者尔吼。但是因为伫这当中呢，所有欲菩萨心自有法，就是讲这三种物件。因为咱金刚经第6分内底当中，佛陀伊就甲伊讲啊足清楚啊，伊讲
你即个众生有自我定思想，有自法定思想，有自空定思想，这是包括你一切诸法上的内底，这已经包括你内底吼。那安尼当中二行布施，而执着这个物件里面布施，如人入暗，即不能所见。迄个入暗，门仔内一个阴啦吼，叫做暗就是讲无看。今日去咱即间厝啦吼，即间真来香港看哦，暗，你有看有无？就参照讲，咱今修学道，如果若菩萨执着伊我定思想、法定思想、空定思想，就参照你里面一件暗示思想，即不能所见，拢无法度见。若菩萨心不自发而行布施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见众生。他说这个菩萨心若无自无执法而行布施，迄叫做迄叫做无自相布施，无自相布施。那咧无自相布施叫做妙行无自。第四个叫做妙行，叫做妙行无自。这个妙行叫做不可思议的行，不可思议的行，安尼叫做无自。无执着，无去执着迄物件。所以咱啥，咱是道中前辈啥咧教咱讲，布施望去着相，望去执相。所以咱伫咧道场内底，所有一贯的道场内底当中，无论你大风细景的道场内底，你是绝对无有看到迄个布施的方面咯。你爱当中刻一个什么物件，写电脑，咱道场拢毋知。因为前辈啥叫做破相。破相，你即个相无破，你袂当入理。你因为执伫遐物件，即个理你得袂入。你无当达到妙行无主，妙行无主，你袂当达到妙行布施，你袂当达到无主布施，你无可能。但是你有主，你的心永远去计较的，永远去计较哪？迄是我安怎，迄是我安怎，迄是我安怎？你的心是毋是永远就是有一个我做遐项物件内底？有一个我，迄个心是毋是无在你内底？所以来讲若菩萨心不自发而行布施，不自就是讲，如我定思想、空定思、法定思想、空定思想内底当中，你所出来布施，完全是清清气气、清清净净。那安尼？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见众生相。如一个人有目睭，日时，迄个太阳出来，日光明照，见众生相。咱日时的时阵，咱目睭若无青眉啦若好个，咱去看一个所在，敢有对一个所在看袂到个，看足清楚个，然后移目来呢？了然，一目就了，一目就了然，了然就了然，一目就足清楚的，一目了然，就是一目我一看就很清楚。迄个叫做哪？迄个简单讲起来，安尼就是安尼，这样就是这样，这是不变的。所以今日咱一定要了解，这个菩萨是不自发而行布施，就咱之前讲。咱今日一定要达到迄个如婴儿，如婴儿的无心，如婴儿的无心，如婴儿的妙心，如婴儿的自然心，如婴儿的自然心迄个叫做不可思议之言，真正不可思议之言，迄个叫做如是行，如是行。如是行，叫做妙行；如是行叫做妙行；如是行，这个如是行叫做自性之行，叫做妙行。换一个叫做自性布施，安叫做妙行。这自性布施，拢总袂生色，袂生色心，因为伊有色心就咱分辨嘛，有色心就咱执着嘛，有色心就咱计较，有色心就咱比较。若无色心就会比较，
若无兴趣就妙命啊，就参像咱互我上咧做，比如因为毋是你混的时阵，你看总好混的时阵，迄叫做妙性无助，你拢袂识着。啊，当然，咱若困袂去，迄就是你有问题。可能我吼心有代志，啊，你啊想着，迄个执着失着困袂去啊，敢毋是安尼？明仔载有大代志吼，明仔载，哦，若要去做一个透早要去创啥的，迄面拢困袂去。咱先咱好合，若毋是咱好要去台北，真我迄面都无好困。若无叫人前啊，我惊骨骨头去，啊，若互因来拄咧逼啊吼，咱当要洗喙要灌洗吼，啊来个等一困，啊歹势，啊，迄就是有执，有执伫迄个物件，执伫呢，执伫我明仔载3点半才起来，行困过头，啊若阮遮就3个2千仔来甲行咧，即个集中啊，反正靠迄个灌台。